乡亲朋友讲，伫花草是乜嘅？6人7人年推出世嘅乡亲，过少米路口可能使用过花草芯来做劳作个。不过也喺台湾发展嘅百年国家嘅产业，啥小小的30年研究。花草籽嘅材质个特殊，捏起来像籽呢花一样嘅。头摆都用来做各种嘅假花来外销，尤其系玫瑰花。讲紧清好嘅下，新竹地区一年外销10万类嘅红玫瑰籽花喎。不过台湾各种嘅塑胶和个新嘅籽材出现，花草如本人常常听不黑的。有一群人如果唔判得花草以面嘅唔惊黑，希望透过文化创意，重现花草产业同工艺。这个不能拿小剪刀剪哦，剪成大概1米米的条纹。先生拿出培养，爱教大家用嚟用花草籽来做出像真嘅优美嘅研发。用花草籽喷嚟水过后，会有到位纯正嘅体现，又杂又稳，做出研发嘅花皮。我们把它这样子折，再折一下，折出它的皱褶出来。不是很大力死命的压，你死命的压，它会把细胞压扁，会白白的。花草籽捏起来改久，同一般的籽冇乜嘅功用。头一摆天啱用花草籽来做花饼面，除了吃到嘅清色，你讲食材係艱難捉準愛出一體啲嘅。因为通草它，如果你不小心的话，它就很容易会破掉。那就是在拿剪刀的时候，你就是会格外的小心，蛮耗时间跟精力的。它真的很像真正的花，那种感觉、质感，跟一般我们做纸花或者是布花的感觉是不一样的，比较自然。一般的纸我们是纤维，但是唯独通草纸它是细胞，所以它摸起来的触感真的跟花瓣一模一样。花草有人做铜炭木，虽然按到草，实际上係一種樹嘅。花草為樹生杜康嘅芯，改強改長玻璃浪，做得太做泡泡嘅籽。老師傅嘅功法也係已經改慳得見到嘅。花草籽捏起來改特殊改長針呢，個數改當然改好。每睇台灣嘅外銷記錄項有改好嘅成績。民國70年邊呢，講緊一等好嘅時節，一年外銷10萬類花草籽花。在大概民國60幾年、70年那時候，我們台灣就已經會做通草花，就是有一家中西化工，他們研製了怎麼樣做一些通草的前置處理，讓它摸起來更像真正的花瓣。所以那時候外銷都是以玫瑰花為主，然後做起來真的是栩栩如生，然後觸感也跟真的花瓣是一模一樣。花草籽花睇國際上改受歡迎，當時為到愛腳出貨，提前做天氣，佢當然都有做花草籽嘅手工。早期我們都是原住民種植，那在五峰鄉啊，還有那個南莊鄉，都是那種原住民。那因為原住民客家人是比較靠近原住民的部落，採購了以後就拿去新竹賣給我們新竹市的那個通草工廠。所以就產生一種，那個叫什麼族群的共同的一個產業。喺清朝時期，因為台灣嘅花草籽品質改好，未賣到中國去。當時中國用來畫花草花，因為佢好大，是風景改好，係一等讚嘅紀念品。那中國大陸那時候也有一批，在廣州有一批工匠師專門在畫通草畫。那因為外國人來，他們來到中國大陸玩的時候，他們會想要帶一些紀念品回家，那是非常方便攜帶的東西。然後畫的當初都是一些清朝的風俗民情，他們對清朝這種東方的國度，他們覺得非常的有興趣。然後當初畫的都是一些什麼判官啊、花鳥啊、仕女圖啊，就非常漂亮。石油好講緊嘅台灣花草產業，現成各種塑膠、新嘅製材出現沒落嘅，唔單止老師傅揣摩熱度，後生人以為行根本唔知乜嘅係花草。
因为塑胶花的进来嘛，还有丝花，那当然我们的通草花完全都是手工的，从它采收，然后把它做成纸，然后用手工去做成花，当然不敌那种塑胶花那个丝花这样套机器做一做就好了，所以当然，经过时间的考验，会没落。我们今天就把黄色的花心都做起来啊！我们今天是要把它做好的啊。雖然花草產業過多年就冇乜嘅發展咧，張秀美還係希望愛屯花草工業風化，再個展現出來本人看到，唔敢嘢嘢價值就係你本人調用去。其實我一直都沒有放棄，我大概在民國80年的時候，我到中國大陸去投資。那經過20年了，我覺得這個中國大陸說實在，它現在也結束了這個行業。那在台灣也剩下我一個，那我覺得我不做，會覺得愧對祖先。最近很多這種都是化學因素去造成的，有一些你為了要求快求便宜，然後都用一些化學產品，那個對環境是不好的。那我希望是可以用通草來喚醒大家去注意。你有很多東西不一定完全都要化學去做，它是有機會讓我們重新去思考，然後去運用一些古老的智慧，用這些天然的材料來製作這些產品。一種成分的樹屯花草籽做出漿嘅花，顯然的植材展現出的生命力，會當然會上熱。一個從前呢流傳的研究，又是有按好講緊的花草文化，可能要做得有機會，在個體台灣發展起來。